今日去哪啊跟到我得唔得？80公里你買閪咗我點算啊？你咁嘅事我都剩唔到幾多錢啦，好唔好？啊？一開車我睡覺。哇！台咁高級嘅麥當勞嘅，北京路喎，哇！帶你去剪頭髮29蚊，山下出好驚。有啊，但是沒有看。唔夠喎，邊唔夠？4張喎，睇下。咁薄唔夠啊4張都唔夠，你想攻邊啊？你屎忽？哎呦，你來啦！這是你弟弟嗎？啊，我弟弟啊！喺老細面前叫我細佬，喺讀書嗰陣帶唔少仔嚟食喎。我當面叫你虧佬，你認唔認？梗係唔認啦。喂，而家得我哋兩個人，少少你認。